要首先就呢個修改呢個還款嘅條款裏面咧，我哋其實認為當面由計息嘅日期開始，由目前嘅貸款發放日開始計算，至到學生應該要改為咧大專生係畢業獲聘用正式上班嘅時候先至係。另外，我哋都建議咧，政府應該考慮訂立1年嘅自動緩衝貸款期啦，俾學生係可以自行因應喺畢業之後啦，佢嘅就業情況延遲1年去還，咁俾佢有充足嘅時間可以將呢個貸款償還。咁另外第二方面。